核电厂是一个我们觉得安全应该要采最高标准的。如果我们依原本的法律，就算我们今天看这个国民党立委他去延长了这个申请的时间，但是你还是要走这些程序，这些程序绝对不像王前常讲说过水州的文件就好了，你是必须要认真去审查哦，要认真审查。我说可以缩短，所以可是标准是不能放宽的，免掉，没有免掉。我叫你用国语讲，我也用国语讲。OK。 对不？我无讲会使免掉。好。但是我们如果要用最高的标准，时间审核文件的时间会使缩短。我先讲一下大概有哪些，例如说你有老化评估、老化管理报告、实现老化分析报告、最中期安全分析报告，好，还有包含其他一些我们可以说是在福岛核灾之后新增的一些安全规范，包含我们现在发现说，在这个福岛核灾之后，其实有一个我们那时候台湾有请这个2013年有请欧盟的。 这个压力测试的同行审查报告，那时候说台湾其实，如果你考虑原本的地震、海啸，啊，这个气候变迁之后会产生的洪水、水灾，还包含就比较多的台风，其实都远高于其实现在那些压力测试欧洲核电厂的标准，因为台湾的状况很特别，所以我不管是我们的地质状况，啊，或者是一些因为我们四面临海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要纳入新的安全标准里面去审查，所以这审查的时间，我觉得恐怕会比我们想象还久。 如果照之前的这个原能会在讲说，可能18、22个月，我们觉得可能还要更久。所以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公文快一点审查就可以过的。就算如果今天就是有主张核电要延役的，他都必须要经过最高的安全审查。而我们都觉得，甚至这个审查还不够，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定了这些核安3法，包含选址，包含紧急应变区要不要扩大，包含我们现在的这个核子损害赔偿法里面，我们最高赔偿额只有42亿元，这是很久以前定的法律，远远不够了。 今天一旦发生核灾，要赔的何止42亿元，盖核电厂都好几百亿了。目前在日本福岛核灾之后，现在日本福岛核灾还在赔偿啊，也还没处理完呢，都已经花了2.45兆台币了。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要最高标准，核电要延役的话，大家必须去想想，你到底是要付出多少的成本？再来就是你安全审查是不是要走最高标准？不然你怎么为人民权益把关？所以我要补问一个问题吼，然后我这个厂长来回答，就是讲你睇下讲。 18个月至22个月，才有当完成所有的定数嘛，吼。这是最快了。啊，这上紧嘛，吼。如果那文件的时间吼来缩短，按硬体的，因为你必须要检查嘛，吼，检查嘛无法度急嘛，一下一下斟酌嘛，吼。恁两个人拢在回答啦，吼，就是我一项斟酌嘛，环境影响评估嘛，重新来看嘛，吼。但这个时间若未付起的。 若无电呢？如果无电呢？那当然有电无电，就像贾老师会当综合来回答。你的想法？我觉得台湾其实现在并不缺核能这样的电，因为核能目前在我们台湾的电力已经占比不高了，尤其像现在今年核3只剩下最后一个反应炉，只有在4.78%。我其实所以核1、核2早就已经除役了，所以这里是现况，核4也没有运转。 所以今天说，如果等不了这个审查，为台湾缺电，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哦，来，我讲，因为首先讲吼，讲台湾无欠核能的电，但是电力公司是安怎，他每年拢要打离岸讨钱补助，对无？因为吼，我举一个例来讲，核能2厂加核能3厂，一年会当花差不多400亿的度，400瓦，400瓦，400亿啊，300瓦，300瓦，好 ，OK。 啊伊哦，一度才1块半尔，1块尔，啊咱卖3块外对无？啊一年咱替电力公司赚足侪钱啊！啊你都唔免赚一半哦。对啊，啊你都唔免讲去安尼，去人讨钱嘛，对无？啊这对一个公司的迄个财务状况足好的嘛，对无？吼啊你讲用再生能源，大家拢讲再生能源偌好拄偌好，再生能源足贵的，你中昼是用一度5、6块的电去吹冷气。 我讲个我吹袂入去，我真诶，我吹袂入去。啊，第二个讲，大事先讲，啊，伊做老化管理什么？你爱去了解核能厂的老化管理是每年拢咧做。这个物件是老化，阮有一个英文叫做 aging 的 program。这个物件几年啊，阮拢知影。这就是老化管理上重要的。每年大修的时拢爱看老化管理，所以你唔通做来讲，我一个要去看，但讲。 啊！我这个计图我要到啊，这个计唔是安尼做，是每核能厂逐年拢爱，这个记录拢爱做到足完全的。